这间小小的店家伫在地已经经营几落十年啊。听讲这边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小人汤包专卖店，因的汤包厉害的所在，不是干那薄汁，而且皮薄鸭料又够多。咱即摆要来试食的是这间伫沙拉街啊卖超过40年的老店。哦，因有名的汤饺，啊，甲因的凉面，咱先来试食伊的汤包。足侪汤的。哦，伊的鸭料吼袂伤咸，吼一个甜味伫的，啊伊的汤汁吼嘛真清甜的。这个王老板就是汤包的老头家，过去伊经营早顿店，一边卖西式的汉堡早顿，一边搁卖汤包、水饺的传统早顿，一卖都是20多年的时间。汤包永远都是早顿店的主角，也主角的灵魂特色，就是伫咧汤包的汤汁。最早之前啊，我们是熬高汤，但是没有加那个鸡汤。后来鸡汤是慢慢体验出来的。我鸡汤也不是很多，我最主要还是骨头，还有猪皮。猪皮最主要是那个冻。鸡肉跟猪肉的味道虽然不同，但是两个合起来，你多多少会有鸡的鲜味会提到在里面去。王老板讲，这鼎大骨高汤用的拢是正大骨落去控的，无掺半点粉。控煮一早起了后，爱先放好凉，才会使摕入去冷冻库内底冰。等到结冻了后，要包汤包的时阵，才搁彻底放入去鸭料内底做花包。因的汤包看起来细细粒仔，但是鸭料巴适，汤汁真济，气味鲜美，皮搁薄，伫在地非常出名。外皮粒紧，又糯又搁饱满，看起来相当的好食。伫咧前几年转型做专业的汤包店，伫咧因查某囝甲因囝的接手经营之下，传承老头家的汤包甲鸭饼。爸妈年纪大了啦，然后其实一直在外面打滚，我觉得第一个是那个自己没办法慧眼看到比较好的公司这样子，再来就是觉得在外面很久了，应该要来回馈一下家里这样子。查某囝因为唔甘因老爸的手艺，遐尼好食的汤包、鸭饼消失去，所以坚心决定放弃出国的工作机会，返来厝的接店。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较无互人客入来店内面用餐，伊嘛开始做外送的服务，甚至搁研发新的产品，希望会当延续店的生意。凉面，讲一个趣味的名做辣不辣凉面，我来食看卖是咸还是无咸。这味嘛袂歹，天气热热，有当时啊吼，食一下凉面就好诶。还可以用这个麻辣酱啦吼，若够食咸的吼，会感觉无够咸；我唔敢食咸的，会感觉伤咸。但是我个人认为拄拄啊好，一嘴咸，一嘴无咸。好食。有新产品的加入，搁再拓展新的客源。嘛，互因老爸老手艺汤包、鸭饼透过另外一个模式送到人客的手头。改变的过程，嘛考验到因爸仔囝的感情。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老一辈的观念，像我爸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，可是像我们自己在看来，就会觉得有些东西你可能做法不是这么好，或是我们就是要改掉。像我们这次那个汤包那个皮冻的做法都有调整嘛，这个也是觉得这样子它的品质会比较好。其实现在也很感谢爸爸会配合啊，可能跟着我们改变。来自眷村做人古意的王老板，有北方人的热情。因的汤包拢坚持用手的温度来凝出老面皮，包入对厝内人、对人客大心的感情。
用新鲜温体的猪肉鸭捏出2台美味的口景。浓醇饱满的汤汁，唔但满足到人客的胃，嘛同时温暖到人客的心。